主后2023年2月12日，每日圣安讲读经，和睦带来兴旺。圣经咱做来听读创世纪36章第1节到43节。下面是以扫的后代，以扫就是以东。以扫娶迦南地的查某囡仔做某。因就是迄人以伦的查某囝阿代，甲希米人这边的查某孙阿那的查某囝阿和利巴玛。伊阁娶以实玛利的查某囝尼拜约的小妹巴实末。阿代甲以扫生以利法，巴实末生流尼。阿和利巴玛生亚俄斯、亚兰、科拉，这个是以扫伫迦南地生的囝。以扫娶伊的某囝、查某囝，甲家内拢总的人，佮带所有的精生，以及伊伫迦南地所得到一切的财物，离开伊的小弟雅各，去别个所在。因为因两个人的牛羊财物真济，迄所在无够看，袂当互因做伙住。以扫去住伫西尼山，以扫就是以东。下面是以扫的后代，以扫就是西尼山区遐以东人的祖先。以扫的囝的名记伫下面。以扫的某阿代生以利法，以扫的某巴实末生流尼。以利法的囝有提曼、俄末、西波、加坦、基纳斯。以扫的囝以利法的细姨听那，甲以利法生阿玛利，这个是以扫的某阿代的后代。流尼的囝有拿合、舍拉、沙玛、米撒，这个是以扫的某巴实末的后代。以扫的某阿和利巴玛是这边的查某孙阿那的查某囝。伊甲以扫生亚俄斯、亚兰、科拉。下面是以扫的后代做族长的。以扫的大囝以利法的囝有提曼、俄末、西波、基纳斯、科拉、加坦、甲阿玛利。这个是以利法伫以东地区所生的族长，是阿代的后代。以扫的囝流尼的后代做族长的有拿合、舍拉、沙玛、甲米撒。这个是流尼伫以东地区所生的族长，拢是以扫的某巴实末的后代。以扫的某阿和利巴玛的后代做族长的有亚俄斯、亚兰、甲科拉。这个是以扫的某阿那的查某囝阿和利巴玛的后代。以上拢是以扫的后代中间做族长的。以扫就是以东。以东地区原来的住民，何利人西尼的后代记伫下面。罗丹、索巴这边阿那、底顺、以察、底山，这个是以东地区的何利人西尼后代做族长的。罗丹的囝有何利甲希曼。
罗丹的小妹是丁纳。索巴的囝有阿利文、马拉哈、伊巴罗、士波甲俄兰。这边的囝有埃亚甲阿那。阿那伫饲因老爸这边的驴仔的时，有伫旷野找到温泉。阿那的囝是底顺，查某囝是阿和利巴玛。底顺的囝有辛丹、伊利班、伊兰甲基兰。以撒的囝有撇罕、撒番甲阿干。第三的囝有乌斯甲阿兰。下面是以东地区的何利人的族长：罗丹、索巴、这边、阿那、底顺、以撒甲第三。以色列人还未有君王统治的时，以东地区的诸王有比尼的囝比拉，伊的囝城叫做丁哈巴。比拉死了，波斯拉人舍拉的囝约巴煞接伊做王。约巴死，提曼地的人何珊煞接伊做王。何珊死，比达的囝哈达煞接伊做王。伊伫摩押地区弹赢米甸人，伊城叫做阿米德。哈达死，马苏利加人珊拉煞接伊做王。桑拉死，幼发拉底河的利河别人色罗煞接伊做王。色罗死，阿吉坡的囝巴力哈兰煞接伊做王。阿吉坡的囝巴力哈兰死，哈达煞接伊做王。伊城叫做巴乌，伊的某叫做利希塔别，是米萨哈的查某孙，马特列的查某囝。以色的后代做族长的，照因的宗族地区名字记伫下面：丁纳、阿力瓦、亚帖、阿和利巴玛、伊拉、比伦、基纳斯、提曼、米比萨、马基迭甲伊兰，因拢是以东的族长。伫因得到做家业的地徛起。以色是以东人的祖先。以上。何某带来兴旺。南投县仁爱乡合作村是赛德克族、图鲁古族群的祖籍地。伫2021年9月，族人推动甲合作村改倒转去传统地域的名称图鲁古，汉字是德鲁古村。伫登录时，由南投县政府公告恢复原住民名称，纳入户政街道系统。这是台湾原住民部落正名的首例，也是美好的历史见证。这互人看见原住民生存空间名称的意义，过程实在真无容易。台湾基督长教会
是定根伫本土的信仰团体。长久以来，教会积极推动信徒个人恢复族名、教会名称恢复做部落原名等等。这对各族群文化和传统领域的认同带来莫大的贡献。安尼深化的自我认同，都是无形的生命教育。过去，阮的族人为着工作漂流去都市丛林，他因年老要心系部落，想要倒转去故乡。部落的元老老大人讲，土地是上主所赐的礼物，阮的灵魂永远拢会伫家己的土地。过去，部落是用和睦做上主要的核心价值，用无侵犯别人的财物做上悬的境界。每一个族人拢极力维护部落和睦，落实分享的精神。伫本章的圣经经文中，咱看到以扫带几若个迦南女子生养众多，因为雅各的家族人数也真济，所以伫第7节指出，因为因两个人的牛羊财物真济，迄所在无够快，袂当互因做伙住。袂当住做伙有两个原因。一个是无法度和睦住做伙，第二是迄个地无法度供应狗野的粮草，不得不分开住。以扫选择主动离开，往以东山区迁徙。这故事甲亚伯拉罕和罗得分开的原因真相像，兼且也暗示以扫和雅各两兄弟的家族之间并无真正的和睦。老爸以撒甲以扫和雅各这对双生仔兄弟做无共款的祝福，哪像也决定因的一生是受祝福，还是受咒诅。若对另外一个角度来思考，以扫和雅各好不容易兄弟仔重逢，两兄弟仔也愿意放下过去一切的恩怨。既然两个大家族重新斗阵生活，都应该好好把握机会，扭转过去受咒诅的生活。不过，以扫主动带子孙去以东的山区定居，虽上山区的生活并无容易，以扫的决定哪像并无带予后代的子孙幸福的生活，反倒当造成不断的征战。咱看到真侪家庭无法度兴旺，拢是因为家内的人袂和睦，无论是个人、家庭、社会还是教会，若欠缺和睦的心，就无法度带来兴旺。个人的生命也是安尼，若逐工心存苦毒，太会活出美善的生命咧。今仔日的经文，互咱真重要的教示，就是选择和睦的生活，的确会带来兴旺。默想，对今仔日的经文，沿续思考家己的家庭生活、教会生活、团契生活，要安怎用行动力活出和睦？对今仔日的经文，延续思考家己的家庭生活、教会生活、团契生活，要安怎用行动力活出和睦？咱来祈祷。全能的主上帝，感谢你赐阮台湾这块土地，互我生活伫这个多元族群的社会。求你互我学习甲人和睦，彼此接纳，得到你的祝福。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赐福你，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